夏威夷毛伊岛野火烧到打，上无50个人死亡，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八成互烧掉，迄里9万人。电影《芭比》全球的票房已经超过10亿美金，不过，伫一寡较保守的中大国家，所讲因为鼓吹同性关系，禁止播送。太空旅游公司 Virgin 金河完成第一抓顺观光的商业飞行，来回飞90分钟，一抓就要143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来看到夏威夷毛伊岛野火对车被烧到打，上无50个人死亡。数百年历史的船长拉海纳差不多8成拢总烧了了，9万人退离开家园。有专家就讲，这几年气候变迁，搁有外来种马草啊烧了紧，一个就烧几片，拢是这届灾情会遐尔严重的原因。为空中看毛伊岛西部的度假胜地拉海纳，规片是拢烧甲臭火搭，类似战区共款。几百年历史的城镇，200多栋的建筑物，八成拢乌有去，对外的路嘛未通。因为火势真美，真侪居民甲游客拢惊一个赶紧走，甚至是跳海逃生。伫毛伊岛的卡胡洛伊机场，多只巴士、公车、校车，是甲游客为灾区载来，才几啊抓，几啊千人感觉真惊吓，踮机场等飞行机来。When you're trapped between fires, other things come to your feelings, especially if you're not with your own family. I actually drove through Lahaina today, and it was to the ground, nothing. Like the whole town was gone. And in terms of the fire, this huge smoke, and during the night, you could see a big orange glow in the sky. 这届森林大火，初八暗时导火，先头起因为季风大辣，透风地势炭烧了真紧。目前虽然八成的火势已经控制掉了，不过也是有部分的火还未拍发。这届大火正早自2018年加州坎普野火以来，死亡人数上介济一届。专家表示，夏威夷是真担心，这种严重的野火是无再发生。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当地在短时间内温度真悬，阁无落雨，树仔因为大热较会烧起来，也阁有较高导火的外来种，天竺草入侵，加上沿海山区透风，是这届灾情严重主要的原因。Maui was in a D1, D2 severe drought for the season, and the risk for large fire potential was higher there than it was in California for this month and last month and in September as well. So these conditions all lined up with kind of a classic fire weather situation.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here was ignition during the high wind event. 夏威夷副州长罗克讲，目前还在做损失的评估，中间之路是真久长。现在拜登总统是发布重大灾难的声明，动用联邦资源来协助救灾。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警，中国新版的反间谍法7月上路，上新的民调表示，有超过5成的日本企业会烦恼伫中国做生意的安全风险，可能要定一套员工出张去中国的营运对策。朝鲜日本报道，中国宣布新一波允准民众去团体旅游国家名单，今日就随有第一架中国来游轮到南韩，度假村的机场赶紧招募400人，要来招待这观光的人潮。英国《泰晤士报》道，根据研究，英国公费医疗效率真歹，有4成吊干的患者，要动手术、做化疗，拢要搁加等2个月才等会到，因请求医对患者是真大不利。过来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国甲伊朗最近达成换犯人的协议，双方拢互相放出5个犯人互因回国，美国嘛答应退掉伊朗冻结的资金。态度两人都是要望伊朗进一步去组织核武的计划。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夏威夷的毛伊岛火烧堡目前尚无50个人死亡。当地政府评估中建经费爱掠数10亿美金。美国总统拜登嘛已经下令动用联邦的资金全力来救灾。再来看到中国7月时发布新版的反间谍法，不过什么才算是间谍行为，内底拢总无写明，这是引起国际公论。争案就还未理清，中国国家安全部今个跳出来讲，抓到美国情报局间谍案，讲有中国的人士，甲军事秘密泄露出去予美国，
学者就分析，中国可能是为着要报复美国海军间谍一案挑杠的调。再次向曾某某亮明中央情报局罗马站人员身份，承诺给付巨额报酬，并为曾某某全家办理父母移民，要求曾某某提供我军事方面敏感信息。中国央视11发布中国国家安全部讲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讲这中国生产的人士伫军事间谍集团工作。伫意大利留学期间，13美方情报人员同意以真侪钱加上全家赴美移民的条件，向美方泄露中共的军事机密，并且讲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共指控美方 CIA 建立间谍案，学者认为无排除报复美方陷入美国海军强谍案，加上中共7月启用新版反间谍法，对着间谍的行为，定位是中共公示就是。象征了美中之间的一个信任感。十分明显的，在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当欠缺的状况。中国要随便抓一个人，然后说他是一个间谍，然后来以这样子的做一个他自己本身的大内宣、大外宣，然后来去说美国也在中国从事情报间谍的工作。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威权国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间谍案恐惊加深美中的对立，伫反间谍法也影响到外资投资的意愿。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外国直接投资比第一季大76%。某一个产品的相关的产业。这个在中国的供需制造业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等等等，他需要了解很多状况。可是问题是，当你把这些经济东西都通通变成国家机密的时候，外资他没有办法了解，他当然就变成说他没有信心，没有这个把握，他当然就不来投资。学者讲，反间谍法放大国家机密的范围，商业的经济数据恐惊涉嫌涉密，外资可能减资。对着真需要外资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中共，将是一大打击。记者综合报道。西非的共同经济体车站伫咧奈及利亚首都阿布加，针对尼日的军事政变召开紧急峰会，决定要恢复尼日的宪政体制，无受代价，会考虑一切行动，包括出兵强制清扫。今仔伫咧尼日的内部，因即马政变的领导人嘛差一步安排新总理甲内阁就台，适合要来徛稳执政的地位。发动政变2礼拜了后，尼日总统卫队首长伫亚尼车站任命民众出身的阿里赞恩担任总理。21位内阁成员内底，国防甲内政两个部会是由国土安全委员会军事长任来接掌。显示尽管国际社会一直警告，要求军方恢复宪政的特殊，因为军方完全无意思来妥协，反倒当时进一步稳固政权。另外，方面，尼日内部族群派系冲突也显现出来。中世纪90年代甲2000年期间，北地的北部沙漠山岭杜阿雷古人兴兵作乱的叛军领袖阿克布拉，车站宣布成立共和国抵抗委员会反政变组织，要求恢复民选总统贝佐姆的职位。而西非共同经济体 ECOWAS 前10日间伫奈及利亚首都阿布加召开的紧急峰会，决议会将所有选项拢考虑入去，其中也包含出兵，并且下令成立一支太平的部队。英国并无详细说明部队要怎组成，也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And you will see from the communique of this extraordinary summit that no option is taken off the table, including the use of force as a last resort. La CEDEAO doit comprendre ce que la population ou les populations des différents pays membres attendent d'elle. Ce qu'on attend de la CEDEAO, c'est d'attaquer les causes des coups d'État, pas les conséquences. 奈及利亚北部伊斯兰宗教领袖伫峰会举行前，呼吁总统提努布卖对政变的领袖出兵。另外，马里、布吉纳法索这两个也是政变夺权的军政府，是警告西非共同经济体莫介入，若无是定有向因来参战。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继续来看到后大冬季的大片《芭比》，全世界票房已经超过11美金，超过汤姆·克鲁斯无可能任务。不过，这部电影伫咧上片进前就争议不断，像讲伫咧越南，就因为伫咧电影内底有出现中国因所主张的九段线，所以袂使来播出。搁伫咧黎巴嫩，伊是认为讲这部电影违反着社会伊斯兰的价值，搁有鼓吹同性恋，所以禁止上片。因若伫咧沙地阿拉伯，虽然会使来放送，不过内底一寡较争议的剧情，嘛会先剪掉。
自7月底放送以来，美国真人爱情的笑话剧《Barbie》在全球的总票房已经超过300亿台票，但是即马要伫中东地区播的时阵，却拄着真大的阻力。黎巴嫩文化部长穆塔达认为讲，《Barbie》大大去减弱家庭的重要性，电影的内容去宣扬同性恋和性别的转换，和黎巴嫩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念是违背的，下令封杀。但这次伫所有的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开始放送。الفيلم عم ينعرض بالسعودية وعم ينعرض ب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نحن هون عم نمنعه. بلشت أول شيء اثنين كلنا عم نأجله بس بالآخر هن قرروا يرجعوا يعرضوه للفيلم ونحن قررنا نمنعه. وهذا الشيء بيدل على إنه نحن بدنا نضلنا محلنا ما بينا نتطور. يعني أنا بخاف إنه إذا في ناس عم تحضر هذا الفيلم رح تتغير نظرتهم أو يفكروا كل العالم هيك وهذا الشيء رح يأثر عليهم. يعملوا حركات اذا هو رجل وعم كل حركاته بصير الصبيان يمكن يحبوا يحطوا اكلادور ويلبسوا حلق وما بعرف كيف يعملوا هالحركات يتاثروا فيه. والبنات نفس الشيء بالنسبه لباربي اذا هي هالقد شخصيتها بصيروا كثير مسيطرين وهيك لا يعني مش هيك المفروض يكون. 穆塔达禁令和反对民众伫社群媒体一直骂，但所得到是叶派组织真主党的支持。真主党的领袖甚至是因伊斯兰的典籍，讲是当对 LGBT 的社群动用死刑。不过，伫2017年，黎巴嫩却是第一个办同志交5州的阿拉伯国家。伫普遍保守的中东地区，黎巴嫩迄当阵是被看作 LGBT 社群的避风港。社会风气相对保守的科威特，嘛对黎巴嫩的卡布，讲是为了保护公共伦理和社会传统，禁止 Barbie 放送。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过来看到太空旅游公司 Virgin 银河车集第2座商业旅行起飞，那扣掉第1座试验行程，这算是 Virgin 的第一届正顺的太空旅游，甲观光客送去太空。这座拢总有载3个乘客，一个是80岁前奥运国手，搁有一对魔镜。那讲到因伫18年前买票，迄当阵一张大概600几万。不过到这时已经去到上倍，一张大概1430万台票，1400万要互你排90分钟，敢真正有价值？要讲贵罔贵，人即嘛已经有800多人咧排队，要排照排，你着搁等17年才有机会。一架在太空船的运输机起飞，这是维珍银河进行第2座太空商业飞行任务，叫做银河控制。伫起飞50分钟了后，太空船按照计划甲运输机分离。3, 2, 1, release, release, release。由火箭驱动的太空船载3名一般的乘客，开始往海拔80公里高度飞。这是维珍银河第一摆将观光客送去无动力太空。3人当中包含一个80岁英国前奥运国手古德芬。A completely surreal experience, but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was looking at Earth from space. Just the pure clarity, the pure was very moving. Oh my gosh. Quite surreal. Without a doubt, the most exciting day of my life. So everybody on board has been cleared to unstrap and enjoy that zero-G experience. 古德温伫2005年买这张机票，煞伫2014年得到帕金森氏症，也互伊成做史上第1位去入太空的患者。另外一个母女是透过抽奖活动幸运去太空。Anna, you're also the youngest person to have ever gone to space. And today, we saw the most women flown in a single mission to space. And so, history making for so many reasons. Like you felt like a part of the team, a part of the ship, a part of the universe, a part of Earth. It was incredible and伫经过点外钟的飞行了后，3人顺利飞回来。伫美国太空港降落，维珍太空目前已经列接差不多800名候选客户，会陆续伫未来送因去太空。2005年一开始的票价伫20到25万美金，2年前重新购买票，票价一捆头是起到45万美金，合台票超过1430万。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那你贵的讲无钱，这山你看敢有较可能？伫咧密西哥北部有一个大溪谷，叫做东峡谷，伊有美国大峡谷的4倍宽，佮有专门的观光火车咧走。这一座头尾是9点钟，沿途经过几10个磅坑甲铁桥，佮有原住民的部落顶顶，
风景是壮阔个优美。嘛，互国家地理杂志讲是世界上上伟大火车旅行之一。喇叭响，火车之路开始，自边地慢慢爬起哩东峡谷正架的山壁。尤其唐阿门开开吹凉风，系手机啊翕唐阿门外口美丽风景。这个观光列车雪皮自北部的西纳罗亚州要去奇瓦瓦州，9点半钟久内面会过37座桥，286个磅空。真侪外国游客是专工来坐这个火车，体验原始的墨西哥风情。C'est aussi une façon de découvrir le Mexique. Bon, c'est sûr, le Mexique, beaucoup de gens connaissent les grandes villes like Cancun ou Acapulco. Maintenant, on veut découvrir un petit peu par un autre chemin. Donc, ce train, c'est l'opportunité. 列车的装潢无算正高级，也毋过是逐项拢有。唐阿门正大片，会当互你看风景。餐车供应3顿加点心，一路是轻轻松松。也毋过这条路线除了会经过顺坡的原住民的村庄、蒙明杰所落出生的地点，同时也是毒枭正创手的所在。实际起点洛斯莫奇斯就是有名的大毒枭也要在古兹曼2016年被抓到的所在。美国政府警告因的国民，去这个所在要特别注意绑架加治安的问题。这也发生过武装团体攻击村庄的犯罪事件，互观光正受影响。也毋过这文化加自然景观也是正吸引人。Afortunadamente, gracias a Dios, los grupos armados hasta ahora respetan al turista. No los roban, no los asaltan, no los agreden. It's a beautiful train and a beautiful trip, and it's not that far for us, but to be able to go to a place that's different and see Tarahumara Indians and enjoy the cuisine. 79岁对美国德州来的马哥带规家伙仔，包括2岁到12岁7个孙，最近来这段特殊的旅程。伊讲，唔是要互伊的孙冒险，是希望出来人拢会当好好体验人生。经过评估了，相信袂进入毒枭火拼的战场。伊讲，东峡谷比大峡谷大4倍美丽风景，真正这世人一定要来一转。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